欢迎收看我的澳门旅游日常。为见医生，一周暴走逛吃4次澳门。Let's go！ 嗨，大家好，嘿嘿，今天要出发去澳门看演唱会喽。从抢票的那一刻开始，期待到现在。然后这一次我暂时是看4场，2场演唱会，2场分享会。演唱会要收官了，真的好舍不得呀。今天的睫毛根根分明的，显得眼睛很有神，看陈奕迅的清楚了一点。补充一下眼线，我比较喜欢用这种笔尖比较细的黑色眼线笔，就会比较好操作。而且现在这个天气啊，挺容易脱妆的，就挺需要这种防水防汗的。巴贝拉的这一款是3角笔身，极细的笔头画下眼线真的又稳又快。再加深一下我脸上的那2颗痣，这里也点一个，最后再来点闪闪的高光。完美。嘿嘿，其实我是只有拍视频的时候才会画得这么认真。哈喽，出门，今天穿合肥 T， 出发。这也太小一个了吧！随便吃点东西垫垫肚子，直接停到口岸旁边的这个停車場，特別方便。哎呀，亂咁停車俾人哋黐罰單先，老太太咩回事？要我親自去一趟澳門了。停好車之後上1樓，步行5分鐘就到關口了。4位過關，出來就能看到公交和輕軌。我們打算先去吃點東西，再去排周邊。基本每次來都會吃這家。排隊的時候給你們看一下我的新夾子，點了2杯檸檬茶、五谷雞翅炒麵和 XO 醬蝦米炒腸粉。每次來都是點這2樣，盲點都不會突突。因為午餐時間很多人，所以要跟別人拼桌，然後我不太好意思拍視頻，所以吃的特別嬌羞。哇，這個五谷雞翅真的超好吃，基本上每桌人都會點一碟這一個。嚟啦，我們都有唔吃就呢間。吃飽之後就步行去銀河那邊排周邊嘍，一路上偶遇了好多大頭仔呀。據說早上10點鐘就已經有很多人在排隊了，3點鐘開賣，我們3點鐘才到的，前面感覺排了200-300個人吧。旁邊就是展覽的打卡點位，也是有很多人在排隊打卡拍照。因為我過2天還要過來看分享，所以今天就不去打卡了。排隊排了接近2個小時，3點排到現在，很多碼數都賣完了。不過很幸運，剛好就剩下 M 碼有貨。沉甸甸的周邊，哈哈。因為演出是8點開始，所以就打算去大三巴那邊覓食。蝦米同款，來到這條街只要舉起2根手指，就能瘋狂試吃到飽。我的肉乾基本上都是只買這家店，老闆試吃特別大方，全都是熱辣辣超大一塊的，特別大方熱情。我各要了半斤黑椒和辣的豬肉乾，買回去之後放冰箱，想吃的時候用空氣炸鍋炸個1分鐘，就特別的還原。來嘍！嘿嘿，托人買到了前2天的周邊，4套全齊，耶！好嘍，接下來我們一起沉浸式的看演出吧。尚有些仗，全力亦打不上。在頭髮相信愛你便能咁優質，你會創出傳奇。連盲人相思地無可避，若沒人可驅使愛別離，懷着樂觀總有轉機。天我願能，卻怕我等於發夢人，未發生，別當真。你哋準備好未？Let's go！ 歡迎各位同學嚟到神操 ，Come on！ 有人㗎！陳奕迅 Fear and Dreams 演唱會經已營運結束，拜拜你。今天如月伴着，你是偶像，好似殺得死你，殺得死你，也已好你，自己要爭口氣，要爭口氣，你不要死。却站在原来，因为我的泪想作公主爱。霎眼51歲，時日無多方，不敢偷懶。最小裂縫已將披風，假裝躺在雲上好輕鬆。苦瓜，個感覺好似去咗尾場咁喎而家。
最後一隻㗎啦。你想我俾第一場、第二場嗰啲人追殺啊？最緊要你哋開心，我都好開心。真想不到當初我們也討厭吃苦瓜。多謝大家。